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斌詹贵民来到拜市吼，议题游玩非常的丰富吼。咱看到讲这礼拜 Trump 遇到武汉肺炎，即阵已经出院啦吼。而且咱嘛看到讲，伊伫社群媒体顶面吼讲伊真好，并且呢真期待讲后一场的这个辩论吼。伊讲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debate 吼，真正吼 it will be great 吼，真正这场辩论吼有信心伫咧第二场，尤其伊记者吼康复以后。但是咱讲吼，虽然即阵伊的民调是落后吼。毋过，伊也是真有信心吼。颠倒来看就讲吼，因为伊治着病，啊，即场吼，这个副总统的这个辩论吼，真正就变成大家这个焦点哦。咱看到讲，共和党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或者 Mike Pence 吼，咱嘛看到讲啊，对着咱这个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Kamala Harris 啦吼，真正这两个拢是针对着中国议题伫咧顶面来去做一寡讨论，做一寡辩论吼。尤其咱讲到美国甲中国这两个火车母吼，伫咧目前顶面战甲真凶啦吼，啊 Pence 嘛伫即个首先讲到，伫咧武汉肺炎疫情的即个中间内底，真正即个起源头拢是中国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即个 Kamala Harris 吼，伊是安怎讲？美中贸易战哇，到底是谁赢还是谁输？伊讲美国伫遮是招输的吼，因为害真济美国人失去到即个工作机会啦吼。那么看到讲，美国伫咧即个川普带领之下，伊吼安尼有做即款的即个批评，但是咱看到即个 Pence 哦，讲到即个 Joe Biden 啊，就是对手吼，咱讲即个对手的阵营，即个总统候选人 Joe Biden， 伊讲你这是中国的 cheerleader 吼，是啦啦队啦吼，嘛宣示讲会对中共更较强硬啦吼。其实伫咧咱讲伫咧辩论进程，也是讲川普治病进程。有影啦吼，美国伫咧强硬制裁，即个中国六头，咱就看会出来，真正有够展现啦吼。啊，除了咱讲过去有即个华为即个制裁之外，即阵也佫有即个中芯啦吼。美国要制裁到即个中芯国际啦吼，尤其咱讲到吼，伊真正是讲中国制造2025年一个真大的即个吼核心啦。咱嘛看到讲，伊过去咱会当讲伊是即个晶圆代工的龙头中心吼，即阵要提出着制裁，因为过去美国政府哦，若是查落去，就感觉讲，怪怪哦，倒位怪怪。伊讲哦，即个出口吼中国吼，咱讲即个 SMIC 吼，中芯国际，甲伊的子公司的即个出口审查，一查起来。为什么这中芯产品哦，可能伫咧中期买即个买手的即个产品哦，拢会转做用作即个中国的军事用途啦吼？对美国早来吼真大的即个风险伫咧啦吼，所以咱看到讲真正即个 Trump 吼动作就真济啊，毋那干那伫即个辩论头顶，咱才看会到啦吼。所以吼，即阵咱看到恐惊即个中芯去用制裁了后，就开始就有即个半导体。断货这个问题伫咧啦吼，所以咱讲到未来5至10档可能就是吼，咱看到中国的半导体设备甲其出货可能性就增加啦吼。啊，列做是这个制裁清单了后，中芯想要买家己需要这个物件吼，啊用到美国软体，也就是这个生产设备，拢需要美国商务部申请了后，允准了后，才会当来买货吼。这必须中芯的这个关键技术吼，设备差不多拢总断货啊吼。所以看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去对话。先带观众朋友来介绍来宾吼，第一咱要请到中研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教授。大家平安。第二位咱要邀请台经院南台湾专栏办公室主任高金山。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这个主持媒体人蔡玉珍，玉珍姐你好。阿斌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三位拢是这个老朋友哈。咱首先要来讲到这个场这个辩论哈，尤其咱讲到这个 Trump 治病以后啦吼，真做是真关键的一场这个辩论吼。尤其吼这个元首哦，若是真正出问题，副手你都要随接起来。哇，即阵嘛是，但是咱看到这场辩论内底，因拢无去正面吼回答到，若是真正这个元首吼有啥物事较差啊，副手要接起来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辩论内底，佫会当看到啥物花青无？咱会当看见这个10月7日是唯一副总统的辩论，一场尔哈，加一场尔。是。啊，另外个有小可有点仔改变吼，因为有一个亚克力是透明，亲像咱这个房啊吼，扎起来，这个隔离。OK。这个最重要的加这个9月29，这个川普加这个拜登辩论的这张，是不是这阵这个川普已经得到这个武汉肺炎？是。啊，另外就是讲，因两个拢坐
吼，这个啦吼，这个过去是起来，要起来乌白当吼，啊，这个主持人阮也有特别吼，知影有第一场足痛苦的经验，所以任何一个人时间讲超过，啊，伊就强力吼来制止吼。啊，另外我感觉最重要的，这届有特别讲到中国。OK。吼，所以头一个主持人有讲到吼，人咧问讲中国到底是这个竞争者，还是咱的对手，是，还是这敌人？吼，因两个都有小可无直接讲伊是一个敌人，还是竞争者，还是对手啊？但是有讲到中国有独者，吼。另外头一个主持人阮也有讲到，最重要一个题目就是讲。因两个，到明年一个74，一个78，吼，啊，年纪的关系，甚至有甲这个副总统，吼，来特别讲到，安尼讲有啥物吼代志会当安排。我看因这两个都是闪避这个重要的问题。有够闪的闪啦吼。有影，但是咱看到对中国遮吼，若是这个敌人也好，还是对手也好，其实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因两个嘛是无正面回答，但是针对着这个美中贸易战这个部分，因其实讲了介清楚啦吼。咱看到这个吼，咱讲 Harris 遮吼，伊讲吼美中贸易战美国是招输的，敢真正是美国招输啦吼？咱嘛先做来看。两位副总统候选人打开始就叫问到伫咧疫情的部分，问何今咧民主党伫咧新冠病毒后疫顶悬，甲川普政府有啥物无共？何今咧表示，川普的防疫机制启动了上万。American people have witnessed what is the greatest failure of any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主持人佩吉问潘斯11天前选择伫咧白宫玫瑰园举办大法官的提名活动，违背伊所传领的防疫任务小组指导原则，违反聚会规定。针对这个部分，潘斯是无正面回应。No social distancing, few masks, and now a cluster of coronavirus cases among those who were there. That Rose Garden event, there's been a great deal of speculation about it. My wife Karen and I were there and honored to be there. Many of the people who were at that event, Susan, actually were tested for coronavirus, and it was an outdoor event, which all of our scientists regularly and routinely advise. 主持人第三个问题是问何今咧经济问题，拜登主张讲要加税，敢会影响经济恢复？ Joe Biden has been very clear. He will not raise taxes on anybody who makes less than $400,000 He said he's a going to year. repeal the Trump tax cuts. Mr. Vice President, I'm speaking. Well, wait, I'm speaking. It'd be important if you said the truth. Joe Biden said twice in the debate last week that he's going to repeal the Trump tax cuts. That was tax cuts that gave the average working family $2,000 in a tax break every single year. Senator, that is absolutely not true. 何今咧批评川普纳税问题，欠4个美金，减税指数2兆美金的红字，而且川普嘛输掉由于引起的贸易战争，啊，毋过潘斯颠倒甲伊扣洗转去。You lost that trade war. America lost 300,000 manufacturing jobs. Lost the trade war with China. Joe Biden never fought it. Joe Biden has been a cheerleader for communist China through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When Joe Biden was vice president, we lost 200,000 manufacturing jobs. 讲到气候变迁，潘斯表示，川普政府会听科学家的建议。何今咧反驳，川普则无相信科学。那准讲民主党执政会重返巴黎气候协定，这是选前唯一一场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重点伫咧何今咧感谢当鼓励民主党，潘斯感谢当成功保卫川普执政4年的作为。因为最近川普甲白宫真侪要员拢治病。啊，若是两个总统候选人，川普74岁，拜登77岁，年岁拢真大，副手接班的机会是特别受到大家注意。主持人问讲，敢是有讨论过政权定数的问题？潘斯是无正面回应。何今咧表示，甲拜登来配合有真侪支持者，请大家拢爱去投票。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啦吼，咱看到这场唯一的副总统这个辩论吼，这个为着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有人讲真精彩，伫中国议题头顶，但是有人讲足无聊的，这个几啊点钟落来吼，真正介无聊。所以咧，媒体这个焦点拢伫这个 Pence 头顶吼，有只弧线停停2分钟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真趣味的是这个 Joe Biden 吼，随吼伫伊的这个吼 Twitter 头顶抛啥咧，抛吼一支吼，伊开这个5块的这个美金吼，真正要互这个咱讲吼。要用这个护心片啊吼，拍走咱讲这个
咱这个 Pence 头顶这只大虎神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其实这个 Harris 头顶吼，又讲吼，这个 Pence 所讲的拢唔是真的啦吼，但是即阵因佫用到另外一招吼，伊讲 swats away flies and lies 啦吼，意思就是讲吼，真正就是这个虎神甲这个讲白菜吼，拢要用一支撇啊，甲撇互走啦吼，这是咱讲的这个较笑亏的一个部分吼，但是咱要继续来看，就是讲真正伫咧这个总统吼。无法度吼，继续来去讲过去咱有咧要讲吼，可能若是真正无法度来去完成伊的这个元首的这个职位的时阵，副手真正爱接出来吼，但是这回伊嘛无正面来去回答。另外两大党的这个副总统的这个介绍，咱等下再来讲吼。咱要先来请教咱的这个这个主任啦吼，咱看到的就是讲到底是咧向讲白贼，尤其伫咧贸易战顶头啦吼，咱看到的。真正过去咱所媒体报道的，拢是中国互拍甲惨啊！是安怎？这个 Harris 会讲吼，美国伫遮是输的咧。是吼，主持人，咱其实应该安尼讲来讲，中国甲美国这个贸易战吼，咱即马还未完全的结束，你袂使讲，应该是讲还袂使定论讲胜输胜赢吼。因两个副总统候选人吼，你辩论的时阵，因讲美国有30万的工作机会，去互中国抢去。但是伊的时间点其实爱点出来，因为这时间点为差不多1990年以后，其实对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都是行开放的态度。所以不管你是克林顿的时代，还是咱之前讲奥巴马的时代，其实对中国的贸易拢继续的扩张。所以变讲中国变做世界这个工厂吼，这款的态势，所以变讲伊变世界工厂，所有制作业的工作都大量的为中国去嘛。是，所以包括咱台湾嘛是嘛，日本嘛是，韩国嘛是，所以伊袂使讲干那因为美国安尼，所以伊就输去贸易战。但是你另外一面你来看来讲 ，Trump 对前年开始对中国出口美国的这个商品，甲扣税15%，去年是讲本来要甲扣25%啦，结果因有贸易协定就讲暂时先莫扣，所以伊即马就是你等讲，因甲第二阶段，若是中国有甲美国采购有超过迄个额度，伊就无要甲扣税。是，所以到即马为止，我感觉伊这是一个选举的这个语言啦。伊无法度讲。一声就甲判断讲，是美国输还是中国赢？这个选举语言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辩论刷吼，因为这个民调 CNN 所做的吼，差不多60%的人拢感觉是这个 Kamala 这个 Harris 吼讲了较好啦吼，差不多这个4%伊的这个部分吼，感觉这个 Mike Pence 讲较好，但是咱佫认真来看因讲到啥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 Trump 吼甲 Pence 同款吼，伫咧防疫顶面吼，真正有4角叉，一直到即阵拢无看到政府完整的这个计划吼。我和 Biden 吼，伊啦吼 ，Harris 和伊，包括伫疫苗在内吼，有这个真矫正的这个计划啦吼。Pence 咧，伊是讲啥？甲 Pence 讲吼，这个甲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吼，共款是看做一个成就啦吼。但是 Pence 根本就是输了贸易战，都头拄咱讲过啊。咱嘛看到伊的这个背景吼，是 California 这个大学 Hastings 化学院的这个化学博士吼，捌做过这个 California 这个检察总长，即阵的这个 California 参议员啦吼，伊的背景吼，女性以外，佫有非洲裔吼，佫有印度裔这个背景。另外 Pence 就是讲即阵的这个副总统吼，伊要寻求连任，嘛是印第安纳这个化学院的这个博士啦吼，捌做过这个印第安纳州长众议员，即阵是咱头拄讲的副总统。咱嘛看到讲吼，真早对着这个武汉肺炎吼，做着这个边境的这个管控吼，年底都有这个几千万的这个疫苗吼，也是预防下来产出吼。另外研发疫苗这疫苗这个政策一直有咧做，拜登根本就咧超因的啦吼，因是安尼讲。除了中国这个贸易战，拜登自过去吼，拢无甲中国对抗过啦吼。咱嘛来看讲吼，甲中国的这个渊源吼，其实咱嘛看到讲伊的后生啦吼，这是 Joe Biden 伊的后生过去伫咧中国这个部分吼，冇人去甲检验。但是咱佫回过头，伫咧贸易战头拄咱有讲到，莫讲即阵胜输还是胜赢，但是目前看起来吼，这个态势落去，咱等下嘛讲到真济这个制裁这个部分。但是首先，咱自这个吼。
辩论的这个赞助，咱当看讲吼，到底这个中国伫遮吼，这个议题会伫辩论会头顶，安尼来去讨论是代表什么意义？其实我要互观众朋友吼来思考讲吼，美国这个辩论，这个总统的选举吼，参台湾的这个情形，咱用这个思考来看讲，哇，啊奇怪咧，那这两个副总统伫遐咧辩论吼，啊，敢若像。敢若像咱好 ，OK， 民进党东车是赖清德，是啊，国民党是张善政，吼、啊，但是这两个人不管安怎辩吼，因的主人就是主角是啥较重要。啊，这个副总统的辩论是讲哦有加分无？啊，但是各思考着讲中国的因素，和美国这两个共和国民主党的差别是啥？你有感觉讲吼？这个民主党吼，敢若较挖中国，是啊，而且伊嘛包括讲拜登伊后生伫中国的生理，即马是毋是已经互大家拢了解真侪吼？啊，包括川普以前嘛讲过几啊遍，你中国你习近平，你将拜登伫中国遮的生理，你拢公布吼，就是这是伊的即个选举的即个筹码吼，即个伊就是手底伊当掌握的。啊，但是这个彭斯吼，彭斯当然伊的态度就是参川普共款嘛，我就是对硬啊，莫讲什么竞争者啦，就是敌人。哦，所以川普这边得到的叫做 China virus， 就是中国病毒啦。所以你看伊这个川普身体好了，对中国的态度更较硬，但是吼。这两场的辩论，就是总统辩论了，跟副总统辩论了，你有感觉足奇怪？是安那民调做出来吼，哦，拜登赢川普啊，这个贺锦丽吼，贺锦丽赢彭斯，就是这个情形，敢若像讲吼，这个民主党这边哦，敢若较赢面，哦，所以你讲足侪人讲啊，你川普就是因为你辩论了输，所以你假变吼，你的这个。病毒是假的议题，所以你要用这个抗疫英雄、抗杀英雄的形象徛出来讲，你看中国就是这样啊，可恶，所以这就是一种的选举的操作方式。到底这美国的这个选民到底要相信啥？是，我感觉吼，这是咱爱去观察一段时间，但是基本的态度，你有感觉讲哦？啊，伊这个民主党的态度，敢若像国民党共款，敢若像台湾的国民党哦。啊，我嘛是要派人，我嘛是要派这个洪秀条去参加中国的这个论坛吼。啊，所以伊拢无啥批评着中国。啊，但是你看共和党参川普共一个阵营，你有感觉讲参中国是真正是势不两立，所以。这个情形甲民进党的这个态度较共款，所以你看，即马咱咧问讲一寡这个美国的总统选举吼，你若去问支持国民党的人，伊拢看好拜登，啊，你若看这个支持民进党的人，拢看好川普，不管是即马民调看起来是输面，但是最后一定会赢。所以这个情形，互咱感觉讲，若比较起来，参台湾这个选举，国民党跟民进党，你有这种。安怎讲？这个连结吼，这个连起来，感觉讲有界性啦吼。所以你讲对中国伫这个局面头顶，大家嘛感觉讲，啊，你若讨厌中国的，哦，包括最近咱也看到媒体这个统计讲，讨厌中国，全世界讨厌中国的比例有偌济？哦，这是咧替川普、替共和党制造讨厌中国这个因素。OK， 但是。最后会如何？因为吼，你看民调是安怎做出来，拢敢若像民主党这边、拜登这边赢。是。因为足侪人讲，美国的主流的媒体、主流的足侪这个民调的机关，拢较支持拜登。等于讲拢。要抹黑川普，对，所以这嘛是一种因素，但是真正最后就是讲，讨厌中国、对付中国这个因素，是不是会当变成川普跟彭斯这个共和党的定赢来对付拜登的一个武器？我相信这个部分才是川普上界重视的部分，所以伊两个安那变？你看贺锦丽变的，就是讲你。川普你个人的部分，你公司你个人你川普无交税，OK， 但是伊拢自头到尾拢无批评到中国，所以你就看到讲，这两党的这个这个态度是非常的明显的。一个可能认为讲啊，共和党可能认为讲中国就是敌人，啊，民主党拜登这边认为讲
伊就是竞争的对手，伊就是因为伊要做老大的，所以你川普才会遮尔讨厌伊。所以我感觉爱去看一段时间。爱个观察一下吼，对但是咱嘛讲到过去啦吼，这个民主党甲共和党吼，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政策嘛是有来变来变去啦吼。尤其伫咧这个2016年的时阵，咱嘛看到讲吼，川普一起来，啊其实嘛是一直个这个习近平讲，哦我甲这个习先生吼是非常好的这个朋友伫咧，啊无想到2018年咱看到这个美国先发起着这个贸易战吼，但是咱讲到这个贸易战以后吼，嘛是战了差不多2外冬啊啦吼，但是即阵吼是上关键的时刻，就是伊有法度连任嘛，无法度连任嘛吼，所以在拢真关键，尤其咱讲到伊治病了后吼，更加头拄啊玉珍姐嘛讲到吼，真正伊对中国的这个强硬态度愈打愈硬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即回吼选举咱讲辩论吼，选举进程辩论，这个是唯一副手的这个部分吼。川普其实有发真侪这个 Twitter 里头顶吼，除了这个部分吼，伊嘛讲到这个咱看到这个 Pence 吼，伊讲哇 One Big 吼，真正是赢甲真好势，赢甲真好看吼。伊讲吼，这个 Pence 的这个辩论是真好看吼。啊，但是嘛讲到吼，伊伫这个 Twitter 头顶，伊除了讲伊复原了这个真好以外，嘛佫批评到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政治人物啦吼。因讲吼，过去这个电子邮件这个事件吼，认为拜登根本无吼会当互稳准着参与着这个选举啦吼。咱继续来申请到咱的这个研究员吼，其实咱安尼看到，伊个甲过去这个事件吼，讲到这个强加伫这个 Hillary 啊，个有拜登头顶吼，伊这个动作是啥物咧？这个问题唔惊这个民主党，是不过民主党所发生的代志，尤其这希拉里，就是足严重吼，就是讲是毋是伊家己的电脑内底，来处理公家的一寡资料还是机密，文献，所以这个捌做一个足大的调查，针对这个希拉里，所以这个我头先讲到，这东西政治人物啦，的一种有可能会安尼做，可能唔是故意，但是伊安尼做实在是损害到国家的安全的利益，所以过去咱知影就是讲，这个竞选的过程内底，当时唔惊讲家己好尔，可能80%都是讲对方做啥物代志做唔对，你是中国的啦啦队，是我有这样强的，所以北京这个习近平开有足大的让步，靠有法度一个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的协定，所以咱会当看见就是讲，对今仔日开始到11月初3，一个大家都有小妹无好话，无好话这部分啦，唔惊到11月初3，是11月初3是讲投票，要不结束哦，爱个开票，有得者差不多1/3的人是透过这个邮寄，来投票，所以咱要看见11月初3早落幕，可能这种可能性啊，可能唔是这样悬啦，唔是这样悬哈，所以这个咱讲吼，研究员有提供真济这个思考方式啦吼，就是过去这个 Hillary 这个电子邮件这个事件吼，用个人的这个电脑处理到这个国家的这个事务啦吼，嘛是经过吼这个国会这个调查，另外吼嘛是 Trump 佫用到这个议题来去做一寡这个政治的这个操作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伊这个操作吼，就是讲可能这个民调这个较无遐尔好看啦吼，所以我佫又问甲吹一个啦吼，但是伊伫这个 Twitter 头顶嘛是真这个活泼啦吼，伊佫一摆讲到吼，伊的这个身体状况真好啦吼，嘛是讲吼美国即阵吼有上好的这个医疗、这个疫苗研发吼嘛到上尾阶段吼，中国必须爱为吼因这个伫咧世界吼做的代志付出代价啦吼。继续咱要请教咱的这个主任吼，虽然咱咧看起来吼，这个大家拢讲吼疫苗这个竞争吼，但是咱嘛看到讲这个 Harris 嘛讲到吼，这个 Trump 因所做的这个疫苗啊是预防性吼，真正拢是这个真赶紧吼，因唔敢做啦吼。这个部分嘛是两个这个阵营吼，伫咧这个疫苗，还是讲美国这个研发头顶吼，做一寡这个对抗，你安怎看咧？其实因两个咧辩论的时阵吼。那个卡马拉有讲啦，讲你那个川普所做的这对抗这 COVID-19 的这措施吼，拢是失败啦，拢是失败啦吼。
Pence 伊有甲回讲吼，你安尼是 deny 吼，咱美国遮济吼投入防疫遮人员的苦心甲努力吼，因为你会记得当初因迄时拄啊开始 COVID-19 的时阵，真济吼，真济你病院内底遮护士、医生，因是无法度转去的。是。吼啊，交工吼，佮真济伊甲遐个福特的遐个汽车厂甲 convert 来做做啥？做呼吸器。是。所以美国伊甲遐个呼吸器的这个专利吼释出，所以全世界你会使用因的遐个专利去做呼吸器嘛。所以其实 Trump 伊咧在卫生伊推有塞真侪这个防疫的这个作为啦吼。但是你民主党你甲完全甲deny掉吼，安尼是不对的，因为佫真侪伊内底，比如讲疫苗的开发啦吼，伊其实有甲真侪因遮 alliance 拢有讲好，那疫苗吼，咱交吼，咱同盟咱做阵来开发吼，啊，出来的时阵看谁先出来吼，谁会使先加惠遮大众，会使先摕到遮疫苗吼。我会记得咱台湾敢若嘛是有加入吼，这个开发的。咱嘛已经签约了吼，讲好势要来买啊吼，但是咱看到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党的这个阵营竟然讲吼，我不爱做这个美国家己生产的吼，啊，咱是这么愿意哈，无伊是要，嘿，无伊是要做中国的吗？咱继续请姚经济啊。对啊，真有可能。其实吼，咱莫讲这个疫苗啦吼，其实即马美国上界重视的就是因未来这个科技的发展。其实中美的这个贸易战吼，对头到尾。大概上重视的就是这个科技的部分。是。其实对头啊，讲一寡什么传统的行业啦，吼，啊个包括讲啊，我都不爱卖猪肉互你吼，所以这个中国才来有这个非洲的这个低温吼。其实这种唔是重点，重点就是科技。所以你看台商嘛共款，其实吼，咱做者台商自早就有这种心理准备，就是讲你台商你去到中国，伊要叫你做这个红色的供应链，就是讲你就是爱供应我中国的这个企业吼，啊，这大的目标包括华为啊，包括中芯吼，包括我做者中国要发展的这个国营的企业吼，啊，你若无要供应互我吼，我就会想办法甲你赶走。其实咱做者台商自早就拢有这种心理准备啊，贸易战开始的时阵，其实美国叫你做选择啊，因为上头啊是中国叫你讲，你要做我的红色的供应链无？哦，这大概是差不多3年前开始。后壁就是美国讲 ，OK， 你会当选择我，你干那会当，你若选择我美国，你就无可能甲中国做生意。中国做生意，所以你有看9月15，这个华为禁令出来了。其实足侪台商拢非常的清楚讲啊。我干那会当选择要参美国做，吼，所以我就无法度参中国这华为佮其他周边这个边啊这个系统。你看像鸿海，鸿海伊本来讲我伫中国设厂，我是要替 Apple 替苹果代工，歹势，你若要替苹果代工，你即马就刷位，所以即马。这个代工的部分，足侪拢像于华为吼，伊就家己成立一个系统，哦，立讯的这个王来春，哦，就会取代掉鸿海本来这个组装的这个系统，所以因要家己做，啊，伊嘛有这个准备，所以包括讲 ，OK， 啊，要卖掉你像你台湾这足侪厂商哦，像讲这个手机的壳啊，吼，这个课程，吼，课程讲啊，若无我伫中国，我就只好。为着要避免美国对我的对付，所以我就将我中国的厂卖互这个中国的蓝思，吼，所以课程的这个机壳、这个壳的这个厂，我就甲卖互蓝思，所以台商嘛是共款咧处理这个代志，已经咧做准备啊，已经早就准备啊，你若甲即摆还阁留伫遐吼，你就已经，你若毋是讲你已经是红色的供应链吼，你嘛几乎无路通行，所以唔能干那中国吼逼你做选择，美国这阵吼，美国即马嘛咧叫你做选择，啊，你若是选到中国这个红色供应链吼，歹势拢免讲，拢免算啊吼，嘛要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讲吼，其实咱过去咧讲吼，资通讯这个问题，唔能干是华为这个问题啦吼，尤其咱头拄嘛讲到这个中芯这个部分，晶片的这个部分啊吼，尤其咱讲吼，这个中芯吼，真正那个制裁落去，中国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吼，规个这个规模吼。
大概会退差不多10档至20档，然后先做来看。We lose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f we didn't do business with them, we wouldn't lose billions of dollars. It's called decoupling, so you'll start thinking about it. Trump 伫9月初美国劳动节记者会场合，延续2016年大选进程对中国的强硬路线。除了强调要互美中贸易降温正做常态，嘛会挺发甲工作机会外包去中国的业者。方法是禁止遮的企业承包美国联邦政府的合约，甲搁较济中国关键产业的大公司列入由商务部主导的黑名单内底。根据美国政府的做法，美国公司要争做遮的中国企业的供应商，也是输入即寡中国企业的产品，是无啥可能摕到进出口许可。Trump 政府想要透过这点打击中国的关键产业，特别是5G 网络建设方面。美国已经正式甲中国上大的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加入去名单内底，理由是中芯国际甲中国解放军关系密切，输出科技产品会损害到美国国家安全。不过，中芯国际是表示非常意外，并且否认有军方背景。虽然中芯国际一直甲美方沟通，不过也是无法度逃过互美国制裁的下场。包括正正伫名单内底的中国华为科技，也是全球5G 网络设备的重要供应商。华为互美国列入黑名单，互其他国家的业者有搁较侪机会。韩国的三星集团甲美国上大的无线网络服务商微信正式确定价值66亿美金的合约，由三星提供的5G 设备，互微信构建美国的5G 通讯网络。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到中国这个企业吼，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这个国家安全，尤其吼，也有这个解放军的这个背景吼，咱嘛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吼。咱讲到美国就制裁到这个中芯吼，因真正是这个晶片的这个龙头啦吼。啊，除了这个华为吼，这个部分咱已经看过啊。2019年5月时阵吼，美国宣布讲吼。除非有政府的这个特殊允准啊吼，无你这企业袂当当年接受中国官方的这个帮站吼，做华为这个成立啦吼。同款是伫5月时阵吼，宣布讲吼，任何甲这个使用美国技术生产也是制造产品的这个公司吼，袂当替华为来去做成立。2020年这个8月吼，咱们看到38间这个子公司嘛，互列做是黑名单啦吼。咱看这个禁令就安尼称悬起来吼。另外，咱嘛继续来看讲，这个2020年这个9月时阵，这个华为真正开始生效啦吼。啊，不过咱头拄讲到，这个华为以外，中芯这个另外一个半导体这个龙头吼，是安怎黄金？咱头拄其实嘛有讲过吼，这个10月部分，咱看到其实伫9月时阵，这个制裁令已经开始啊吼。啊，这个上海半导体中芯国际吼，列起黑名单，就是过去人咧查讲，这到底是军用的还是民用这个产品吼？最后将其尾真正会变做是这个解放军吼，要互因转做是军事的这个用途，所以真正有风险，对美国风险介大，所以爱来去禁吼。所以咱嘛头拄也讲到，伫咧供应任何物件吼，中芯吼，你一定爱来美国商务部有这个允准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哇，这个过去吼。中芯那会互搁一届甲吹落去，就是因为这个军方背景，但是吼对台湾的这个影响，咱嘛真关心啦吼，因为咱讲吼有这个转单的这个效应吼。首先，咱先请教咱的林教授啦吼，转单的效应，咱即阵讲看会到。应该会当安尼讲啊，吼，应该是有看会到。是。啊，但是介重要就是讲，咱头先有讲到吼，这个川普对中国这个贸易战啊。这个贸易战是第一阶段，啊，第二阶段就是讲为贸易战变做一个科技战，这科技战的对中国的电信设备以全球所占的比例，比如说华为，好，以相关，好啊，落尾啊，过来的是这个Nokia， 哈啊 Ericsson，啊个这个咱头先有讲到，这中芯科技啊，哦，东芯科技啊。个 Cisco， 咱最近台湾上了解了，就讲要用中国的用 Cisco， 是，所以一旦看这科技围堵，美国要安怎来围堵这个中国的科技的霸权？是，所以伊今年的8月，这个美国国务院伊发表一个叫做干净网络，是，哦，干净网络的计划，是，这干净网络的计划唔惊这个电信商，哦，这个系统商尔。咱台湾的系统商差不多
全部都拢是这模范生。对，台湾大哥大啊，还有中华电信啊、远传，全部都用伊内底。啊，各有这个干净的电缆。有影。好，所以伊一个足大一个计划。咱知影这个9月这个美国的次卿Clark， 他伊来到台湾，伊相关新闻原来是这个干净网络。台湾会当扮演什么款的角色？是，所以会当讲到就是讲，盖台生是中芯科技，中芯科技是因为对这个伊朗，这个违反这个制裁，受到美国的制裁，过来的是华为，华为过来的因为这新疆的领馆，所以甲华为有关的，像这个人工智慧这人的面的这个分析。全部都制裁的，所以会当看到就是讲，这个一步搁一部分，这个中芯呐，这个中芯这个晶片呐，会受到足大的影响，所以转单应该会当可以预期啊，会当预测啦吼，有影啦吼。继续，咱搁请教咱的主任吼，咱讲这个转单效应真正会当去预测，但是咱嘛吼头拄啊私底下吼，甲玉晶姐也有先讲到吼，这个 ECFA 吼，其实咱的这个有一寡这个原料的部分，嘛是还搁咧输出吼，这个中国啊吼，但是这个部分吼，要安怎去解决这个 ECFA？ 因为9月12日的时阵已经到期啊啦吼，安怎先来看？虽然咱有这个转单的效应，其实这个中共吼可能嘛有法度搁继续来去生存。是其实咱安尼看吼，咱即摆转单的效应拢是极端啦，吼，拢是较极的极端吼。甲一寡咱即摆所看的这电源 IC 啦，吼，这吼就是一般泛用的吼。伊即摆美国甲路的这个经验是讲吼，你即摆出到中国的这个半导体这个产品哦，一定要透过因美国的同意，你才有法度。其实即摆伊有两间吼，美国有两间啦，你 AMD 吼 ，AMD 好像还有另外一家吼，搁另外一间，伊嘛是有摕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伊继续有提供部分的这个产品互华为吼。但是就是讲伊要先摕到这个批准。对咱台湾来讲的话吼，你讲你对 ECFA 还是对美国？你也变讲咱拄也讲，咱已经爱选择咱一个道路嘛，因为你看你中国所有大部分伊这个电子产品，伊最终的市场其实毋是你因中国的本身，伊是你中国制造，然后伊是出口，所以大部分咱即个看3C的这个产品，伊是变讲，大家所有的零件啊，拢扣对中国，你中国做。组装完成以后，搁出口等于美国，还是去欧洲，还是去印度去带。所以你来看讲，伊变讲最终的产品，其实毋是你中国嘛。所以对咱来讲的话，咱大部分咱的厂商看的是咱最后的最终的市场才对。好，所以咱规个即系讲，咱拄下嘛讲到这红色的供应链。其实你即摆你若加入变讲红色供应链这段的话，你后一步你就变讲寸步难行啦。是。哦，因为咱即摆台湾你变讲伊所有的咱拄下林教授嘛有讲到讲这个 clean network 嘛吼，所以伊变讲伊过去中国就有歹记录，伊出口的这个咱讲网络的这个设备内底，伊甲带一个后门，吼，所以变讲伊真侪政府单位，伊用这中国的设备以后，结果中国因共产党因就足容易去甲窃取因的机密，是啊，所以变讲美国对这个问题吼，伊足敏感，哦，伊毋是讲干那一个国家去钓咧，伊比如讲伊非洲一个毋知倒一个国家，吼，因就开会内底所有的这机密拢去中国摕去嘛，是，咱进前咱讲，COVID-19 完，大家用迄个视讯会议嘛，吼，用视讯会议，到伊嘛是有一个软体内底，伊直接吼 Zoom 内底吼 Zoom 内底。直接就会使甲伊的内容甲你送免费的放送去到中国嘛。所以这个治安上的这个疑虑有够大吼，所以美国先大后知，真正先甲伊禁起来再讲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伊安尼禁，哇，真正这个中共嘛，虽有一个吼，一个真大的这个人物叫做良心之母啦吼。这个良心之母就讲哇，阮这个心。
其实就是这个 chip 吼，晶片的这个艺术啦吼，这个良心之母吼，真正咱过去就看到讲马云吼，这个阿里巴巴过去这个部分，伊马云讲真正若是向安尼制裁，咱的这个半导体已经落后人吼，差不多10档20档啊吼，因为过去无咱这个基础的这个科学有这个存在，有这个 know how， 虽然你会当吼制作真侪这个应用式的这个 app 也好，软体也好，但是这种基础科学咱就是无，吼，因就是无，毋是咱啦吼。所以2025年本地中国发出这个口号要制作，吼，就是讲咱半导体这个大制作这个部分啦吼。但是即阵安尼看就是无，但是有良心之妙哦。良心之妙有在调做无？这是大家拍一个问号，拍一个疑问吼。对，因为大家知影讲吼，这个贸易战内面大家看到的上界大的目标是华为，是啊，因为因拢讲吼，啊，我华为是因为我的5G，我5G 足厉害，吼，啊，你看我有一个任正非遮尔啊强，所以前一阵啊，我相信足侪人嘛有收到这个网站内面甲你宣传讲吼，中国若有10个任正非，那会怎么会不强大？就是讲那会袂强咧，我任正非遮尔啊高。好啊，所以咱就看到讲，伊的查某囝孟晚舟哦，伫加拿大安尼去用掠起来，感觉讲你看，这就是目标啦。所以这个贸易战，美国甲中国的这个贸易战，你看开始就是华为，哦，就是任正非，因查某囝孟晚舟，你看安尼掠人哦，啊要周记才会交易。好，你看这个部分，除了华为，即马已经9月15去用限制令了，即马开始大家咧观察的是啥？观察讲你华为手机啊。你华为的这个占有率是不是会降低？是。对，若讲对14%、15%，比如降到剩5%，安尼大家就感觉讲，哦，我这个华为禁令有甲中国伤着，但是因即马吼，就是要搁摆一个出头，互你讲，我要有良心之妙，所以我的心中就厉害。其实吼，大家可能唔知影讲，这个华为是安怎大汉的。OK。其实20年前。台湾有一个公司叫做威盛，威盛去到中国的时阵，伊就要画一个讲，我要做中国心，就是中国的心脏，拢我威盛来带头来做。结果做到尾啊，这个 HTC 吼，这个宏达电的手机啊做起来的时阵，但是这个威盛伫中国要做这个心脏的计划失败，失败了，足侪人拢去对。分2路，一路是走去伫华为，所以华为内面足侪工程师拢是对威盛这个部分台湾带上去的，对。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威盛参江绵恒，就是江泽民的后生江绵恒，伊所主导的这个中国社科院，你看这个良心之妙。伊是向推荐的，伊是江绵恒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甲推荐做讲你84岁这个良心之妙，我都唔相信讲哦，这个人偌厉害，因为后壁的这个主导者是像江绵恒，啊江绵恒这个部分的技术靠向靠威盛参与伫上海合作一间公司叫做兆新，啊兆新这个转导资叫做龙芯，啊龙芯做的是什么计划？龙芯做的是中国的什么核高机计划，就是核心高科技技术，所以包括最近大家看到讲吼，飞机是不是安尼伫台湾安尼飞来去，起无空啦吼，伊头顶做者这个叫做定位的系统，就要设定讲哦，我要飞去对，哦，叫做地图导航系统。这就是龙芯做的，啊，龙芯这个技术上头就是原来台湾台商个资源的，所以我咧看讲，做侪人讲啊，什么叫做经济还经济，政治还政治，参中国咧做生意无这个代志，所以做侪台商嘛讲啊，我就是要去遐做生意啊。你感觉讲，包括这个咱知影讲吼，记忆体内面的 DRAM 伫5年前有一个人走去中国的紫光，叫做赵伟国，毋是讲我这间也要买，迄间也要买，结果咧拢买无成，结果民进党蔡英文总统爬起来了，将这所有你中国要伫台湾买的这高科技的公司，拢甲冻掉啊。但是有一个人走去，叫做高科转高启全。高启全去到遐的时阵，主持人讲啊，这是为着什么款的目的？就是为着讲你伫台湾要参加的高科技的记忆体的公司合作，我遐有人，我遐有邀足侪人的，包括中芯上早的时阵邀上邀台积电
台积电重要的这个技术人员叫做张汝京，包括梁孟松，尾啊。这个张忠谋本来要培养做接班人的，叫做蒋尚义。蒋尚义讲啊，我伫咧台积电退休了，中心甲扭去，中心扭去了，讲我即马要开5000亿，伫武汉做一个半导体的公司，叫做武汉宏芯。是。结果最近大家看到讲，蒋尚义、蒋爸那会倒来台湾啊，吼，已经敢若无头路啊，歹势，因为这个中心。已经去用制裁去啊啦，去用制裁啊，是包括武汉宏芯本来是叫伊做一个主导者，结果咧，嘛破局啊，这局对头到尾拢骗人的，包括所有的机器拢抵押，所以即马武汉宏芯。武汉宏芯吼刷落去嘛，唔知要哪做。即马讲啊，可能要刷去参即个华为伫咧深圳遮吼，可能要做伙过来，做另外一个计划。反正吼，中国就会放即个大外宣，是吼来甲你讲，我有足厉害的人，我嘛有足厉害的技术。良心之表，所以良心之表，包括任正非，这些拢是叫做大外宣，就是讲宣传用的啦吼，宣传用的，但是实际情形如何？是空的。后壁拢是台商去甲架出来，去甲制造出来这的人嘛，所以包括良心之表，后壁是江绵恒，江绵恒合作的人就是咱的台商。所以无怪这个马云讲的嘛有理啦吼，伊讲吼中国真正无这个基础科学的这个栽培者，拢是这个应用定式吼，咱看到因的 app 出遐济，是无路用吼。最后若是美国拄等到这款的这个制裁方式，真正嘛是死鬼片。头拄这个玉真正嘛讲着吼，这其实就是一种宣传吼。但是咱嘛看到讲过去咱的发展，咱的这个半导体的时阵，其实吼，咱拢有采取着这个一步一步来吼。咱嘛看到讲吼，台积电吼，即阵会去美国来去发展，其实嘛是一种吼美中贸易战这个吼因素伫咧内底啦吼。但是咱看到讲吼，伫咧李登辉前总统迄个时代吼，有介入容忍这个政策啦吼，嘛限制着高科技啦吼，5000万美金以上基础建设3类的这个产业。赴中国来投资设厂啦吼，台积电的创办人这个张忠谋啦吼，伊嘛伫咧1987年伫咧创立这个台积电吼，配合着迄当时咱讲介入容忍的这款政策，甲紧留伫咧咱台湾吼，嘛推动着咱讲吼真正高赞的官方这个晶片。全球大厂拢咧抢啦吼，所以咱看到伊是这个全球头一间吼，用到这个7奈米的这个技术的这个部分吼，投入去大量的这个晶圆代工厂啦吼。咱先搁请教这个主任啦吼，这个意义是啥物吼？咱看到这个7奈米已经是世界上这个科技上官方的这个部分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咱头拄这个中心制造，伊其实这个差咱的这个技术差一大项的啦吼。这7奈米吼是目前有法度大量生产，良率高。因为即马全世界晶圆代工，干那2间有法度做7奈米，一间是台积电，一间是神上。但是你业界大家普遍来讲，神上的良率差不多5成左右啊，但是台积电的良率差不多有9成以上。就是所以你若是讲一个订单，你要这批晶圆落去的话，伊摕倒来用神上个5成啦，用台积电9成以上。一半出去，一半是海的啦吼。所以照你安尼讲就变讲这技术是足关键的。即马台积电已经开发到5奈米。明年要量产，3奈米后年要量产，所以你来讲台积电已经去变讲你世界这半导体的脚步吼，已经跨足远的啊，你后壁拢立袂着，包含你最近你 Intel 伊嘛讲我无法度啊，我立袂着啊，就 Intel 因的迄个 CPU 就摕互台积电来代工就好啊。是，所以你家看吼，其实咱拄也讲着讲中国伊足想要讲自己来发展这个半导体这个产业，但是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这个产业是所有敢若堆积木内底吼，拢无共吼，这技术来源来自无共款的国家。比如讲咱即马换一般来讲的话吼，伊个晶圆代工内底有4个制程，这个制程是 photo， 就是光照，光照，所以光照伊倒位来 ASML， 荷兰的科技是荷兰的科技。一群就是10颗，10颗这边是 Applied Material，美国的科技是薄膜 Thin Film 是 KML， 嘛是美国的科技，加一个啥 Diffusion 扩散，所以伊里内底变讲咱是用一个整合者的角度来
整合在所有国家内科技，最终伊变讲是台积电是 trusted partner， 我信任你，因为台积电伊甲这世界这科技上，伊摕订单来，伊还该设计呢，伊该因为讲干那代工啦，即马台积电是伊是一个 service company， 伊是服务的公司，伊是帮这美国真侪这科技那个晶片公司，伊该负责甲你设计，对，customize 啊，所以伊变讲伊掌握足侪这个技术know how，这个智慧咱就话讲就是那个制裁权。OK， 所以伊这美国这真侪世界这公司，伊爱信任你，就变讲对中国这公司伊无法度信任，因为咱放互伊代工以后，伊就甲你的这 IP， 甲你的这那个智慧财产，甲你偷摕去，伊要甲你做。OK， 所以对美国来讲，这是无法度信任的嘛。所以变讲，咱总电来变讲转来就是讲，咱台湾的这科技公司是互世界这有信任的，伊才有法度讲订单互你，无做一摆两摆，后摆就无生意通好做。有影啦所以咱台湾的这个厂商真正是国际上这个。互大家肯定信任的这个同伴但是咱嘛看到讲过去有这款政策的时阵，其实有人也是偷偷塞进中国啦咱嘛看到讲伫咧联电这个部分无愿意配合这个阶级用人的这个政策去塞进中国咱嘛看到2005年爆发到这个河南案这个官司啦董事长周兴成伊讲内党中来，我希望无甲中国合作，这个苏州也是福建的这个市场近几年来这个联电国加入这个进化案和这个协助中国偷摕美国这个技术嘛，和台美司法机关来去起诉啦所以咱嘛看到讲，其实这个技术这个背后，咱看到拢是这个know how一层塔一层，亲像咱拄则主任所讲的，这4种技术来自无共款的这个国家塔起来，咱台积电也是讲其他咱台湾这个厂商做一个这个整合者啦所以美国。当然看到讲，哇，这个信赖同伴敢若是台湾尔，所以爱甲台湾这个做这个生意啦尤其咱讲美中贸易战，大家徛平咧徛的时阵，台湾做一个这个位置，头拄咱嘛讲有这个可能是这个极端的这个效应，但是整体贸易战来看台湾伫遮安怎来去徛起咧？尤其咱看到真正，咱已经有一寡台商转来资金嘛转来但是咱看到这2年来，真正这个资金。真正是有够有吗？当然转来有足济啦，是阮也比预期搁较悬。OK， 但是我感觉这个咱台湾有足济挑战。以这个比如讲 IC 的设计 ，OK， 联发科伊的竞争的对手可能就是这高通，博通，这是甲美国。头先有讲到就是讲美国原来担心台湾是毋是协助。中国来壮大伊的一寡甲半导体有关系的技术，所以咱台湾原来有机会，这转单的机会，所以原来有足复杂的，唔惊讲加一个单一的思考呢。OK 啦所以咱继续来请教玉真姊咱头拄嘛讲到，这个转单的这个效应其实是有啦但是咱看到，就是咱头拄也讲到这个 ECFA 这个部分咱其实也是有一寡这个原料爱去甲这个中国这个 ECFA 到底当时要来发停咧？其实 ECFA 中国唔敢停啦，伊好大伊就停，伊即马已经有华为禁令了，伊足侪即个零件需要台湾供应。所以你若停了，伊后壁做侪产业会出问题，包括那华为大家咧看讲伊的业绩会降了愈紧，所以我感觉这个部分伊无遮尔啊戆啦所以做侪人讲你即个咱什么海峡论坛是毋是国民党讲要去讨论看是毋是讲ECFA爱搁给我长歹势，迄真正是假议题，为什么？因为即马。惊的 ECFA 长的是中国因为伊要趁这个时间，咱这个台商会当供应伊的这个电子高去的这个零件，伊要赶紧先买起来，包括什么？包括联发科联发科的 IC， 即马你讲已经包括华为、中兴、跟小米这的这个 IC 全部拢是联发科。你看，若讲你 ECFA 停掉了，联发科的物件无在调袂互你，谁较惊？
中国咧惊，唔是咱咧惊。所以我感觉ECFA即个讲即个停掉了，是毋是台湾的受害？台湾足侪人讲啊，你看安尼往来卖出去啦，吼，农业上的受害哦。迄是少数。OK。咱台湾的往来无一定爱卖中国，咱家己会当做外销。科技咧吼。科技，所以科技这个问题是中国，即马是一惊咱动起来了，无在调，互因采港。所以是因咧惊，毋是咱咧惊。所以伊伫囤货啊。对啊，所以即马囤货是伊咧做的代志。其实吼，即马即个美国若讲川普了，伊动作更较硬。因为伊本来上关心的，包括 AIT 拢以早这几年来上关心的是台积电。是啊。所以伊知影讲台积电这是台湾核心产业。核心的产业。有影。因为当年你看，大家看到这个头顶遮的就是本来台积电跟联电。伫20年前，两个股价是差不多的，拢20-30块、30-40块拢差不多。但是一个偷走去中国，另外就去到中国了，20年才知影讲，我本来核心的技术，我的客户，我遮的物件，拢去互中国摕了。所以曹新成才会尾啊看破，后悔看破，变成新加坡的人，伊即摆嘛毋是台湾人。OK。台积电当年。这个张忠谋是对德州仪器向甲拜托甲请转来，是美元会内面的李国鼎，所以伊知影讲台积电这个核心技术，其实曹新成本来做无欢喜啊，讲这个半导体的计划是我做的啊，Morris 台积这个张忠谋甲我摕去用的，迄是叫做酸葡萄，其实真正台积电会当顾到遮尔啊好，是这个。张忠谋的功劳啦，所以大家看清楚讲，即马台湾若要甲拍牌科技。